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有個對流窗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到內園同埋遠處嘅山景。廚房係緊廚，有爐頭、焗爐、抽油煙機、雪櫃。洗手間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。對住就係內園同埋遠處針山嘅景觀。另一個房間有高身衣櫃，另一邊可以放個雙人床。前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晾嘅工作。呢一邊就係對住內園同埋遠處針山嘅景觀。